歡迎嚟到冥想時刻。今日我哋會做一個同自己連結、聆聽內心嘅冥想練習。好多時我哋將注意力都放咗喺外在世界或者其他人身上。呢個練習幫助我哋將注意力帶返去自己度，感受自己嘅身心需要，更有智慧咁回應內在需求。而家讓我哋揾一個舒服嘅坐姿，將手放喺大髀度，慢慢合埋雙眼。我哋會做5次嘅深呼吸，我哋鼻吸口呼，吸氣，呼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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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後一次吸氣，呼氣。返去自然嘅呼吸，開始將意識慢慢由外面嘅世界帶返入嚟身體，感受你嘅呼吸，感受心跳，感受地心吸力將身體變得沉重。呢一刻，你唯一要做嘅事就係放鬆。我哋冇任何嘢需要批判，冇任何嘢需要改變。你只係需要安穩咁放鬆自己，讓呼吸自然流動，感受身體嘅感覺。呢一刻，有邊啲嘅身體部位依然覺得繃緊？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繼續放鬆呢啲嘅身體部位，繼續放鬆你嘅全身。讓我哋以一條問題同自己嘅身體連結。呢一刻，我嘅身體需要啲乜嘢呢？
可能佢想同你講，你需要好好咁食一餐飯，補充水分。又或者佢好渴望一個深層睡眠，好好休息。讓我哋溫柔咁聆聽呢啲嘅需要。我哋嘅身體支撐住每一個動作，每一個行動。讓我哋好好感謝身體為我哋所做嘅一切。而家輪到我哋思考一下，點樣好好照顧返身體。今日你會做啲乜嘢關顧自己嘅身體呢？帶住身體畀你嘅提示，同埋你對身體嘅回應，好好咁開展餘下嘅一日。讓我哋將意識由身體帶去內心，問一問自己，當下有乜嘢妨礙緊你活出最自在嘅自己？有冇一啲唔屬於你嘅諗法？其他人畀你嘅壓力，你係可以放輕，甚至放低呢？再問一問自己，當下需要啲乜嘢去滋養內心呢？可能係一份寧靜，可能係同其他人連結，可能係揾到自己嘅價值同方向，又或者一份安全感，一份尊重。無論係乜嘢嘅需要，你都唔需要過濾同刪減，因為呢啲需要都係非常真實，非常寶貴。佢哋正正就係引導你活出理想生活嘅指南針。唔好忽視任何嘅微小渴求，佢哋都值得被你好好聆聽。雖然我哋未必一時三刻有重大嘅改變，但呢份聆聽內心需求嘅心意，代表微小嘅改變已經發生緊。聆聽自己嘅呢個行為就係一種愛。當你願意聆聽自己嘅心聲，你亦都修復緊、建立緊你值得被重視嘅嗰份安全感。
練習信任自己，好好接納當下嘅感受，唔需要批判，容許自己單純咁存在，好好咁照顧自己。接下來我會讀出一啲嘅肯定語，你可以喺內心默念，又或者放聲讀出嚟。我聆聽身心最微小嘅需要。我聆聽身心最微小嘅需要。我順從身心嘅引導。我順從身心嘅引導。我關愛自己。我信任自己。我關愛自己。我信任自己。感受身體聽完呢啲肯定語嘅感覺，再次將注意力帶返去自己嘅呼吸。你可以慢慢喐動下手指、腳趾，將自己嘅注意力帶返嚟當下嘅空間。感謝自己抽咗少少時間同自己嘅身心連結。但願我哋越嚟越敏銳我哋嘅身心需要，信任自己，關愛自己。多謝你陪我一齊呼吸，祝你有美好嘅一日。Namaste。